台南孔庙文化基金会执行长遴选出炉，议会国民党团日前嘛召开记者会来批评，表示17名的文书工作者参加海选，原定1名正取，2名备取，结果由德州太阳花的石木明来正取，备取的遴选竟然消失。党团因为接到媒介的检举，表示石木明伫台湾文化馆的任内，曾经因为翘班被解职。而且佫是1名网军的侧翼，党团批评石木明并无失任。我们目前手中所有的资料，很显然他过去跟孔庙、孔学、全台首学毫无任何渊源，也没有见过他过去的经历，他过去的文采跟孔庙、跟中华文化。跟儒学有任何瓜葛，完全没有。我们倒是收到不少信件，告诉我们这位先生是民进党的侧翼，是民进党的网军，是民进党的打手。甲市长讲，可能安排特规给伊啦，选一个交这个较嗨，莫有政治味的。迄政治味的根本就是首先给你骂人骂当骂使啊！伊变啊来做这个位呢？这个位无爱较单纯的、较专业的。你叫一个迫害台湾太济人来咧做孔子的那个孔子庙的执行长，那算是哪门的道理啊？安尼政府规说，拄即马开始宣布讲，咱的政府吼是无民主的啊！你即马你等于来讲。你叫伊家己辞掉，无我甲你讲，我绝对会去甲伊救落来。现场包括书记长蔡玉辉、议员王家珍、柯志春、李中琴、甲罗坤豪等议员拢到场。市府文化局长谢思远嘛表示，整个孔庙文化基金会执行长的海选，并毋是伊一个人会用的影响，而且整个甄选的过程，先采取形式审，最后有8个人来面试。在整个联选的过程当中，基本上想呢有17位的这个有志者一起来参与啦。好、由湾代理执行长根据资料，因为五位资料也不完整等等，然后所以他做了一些形式上的审核之后，有8位进到了我们的复选。按经过这个也包括这个这个外部的专家，其实有人，因为我们都知道孔庙一定需要一个有行销角度的人进来啦。因为他们讲的。台南对孔庙的文化祖传雕刻人，他们有这个量，连我自己都很关心的所以其实我们很重要的是，到底是怎么样把这个文化资产行销，让所有人知道，以及喜欢的科路。最后，由着石木明出线，是因为看好伊的台语加外语的能力，加上长期甲文化相关产业的交流甲互动。至于其他相关的争议，未来文化局会再来厘清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